所以買樓冇錯樓，有電揭跌都要知啊！大家好，我係羅艾力瑞。波七路嘅紅盤牛峰天怡咧，依家新加推咗七座，咁七座咧好多人喺度等緊，因為佢咧係細戶型當中咧最往外邊靠，亦即係景觀最好、最開揚嘅，可以睇到長江高爾夫嘅方向、富人區、海洋新城、五季山景，所以細戶型個好景觀咧就剩低七座呢一座。如果大家中意博愛路上嘅方便，比較新淨咧，就值得過嚟睇啦。買完咗呢一座咧，就只剩低最後一排12座咧，差別咧仲係非常之大嘅。當然9座個景觀咧就更加靚、更加震撼嘅。戶型咧就做咗一梯一伙大戶型，173平方，總價咧就要200萬出頭啦。咁依家咧喺度賣緊咧，都係比較靠後嘅，佢就遠離咗博愛路嘅噪音。七座咧係2梯4伙，24層高，佢個面積咧就88同埋120平方，亦即係3房到4房。其中咧前邊睇屋苑賢能嘅就01同埋04單位。89同埋104平方嘅3房，120平方4房南北通戶型。大家可以先睇下我現場嘅實拍景觀，喺視頻後邊咧再帶大家嚟睇下樣板房。我哋依家咧喺7座104平方25樓位置，景觀咧就好舒服啦。今日咧正好係陰天，有些少陣雨嘅。如果喺現場實際睇咧，係比手機影出嚟咧景觀係靚好多嘅。同樣咧喺25樓120平方4房南北通戶型，南面同埋北面個景觀，大家亦都可以感受下外邊嘅聲音。再落到20樓嘅位置，104平方3房陽台無卓嘅景觀。依家咧7座咧正好喺度裝修施工當中。交樓時間咧係2027年嘅4月份，所以咧大家過嚟睇房嘅時候咧，都係睇翻6座嘅樣板房。嗱，如果想睇實景咧，就安排你到7座嚟睇嘅。依家嘅裝修咧都係按翻6座嘅交樓標準。嗱，我哋依家咧只係俾大家睇下實地嘅景觀，等等咧再帶大家嚟睇下6座樣板房嘅交樓標準。戶型咧係相同嘅。好，睇完6座現場咧，就先帶大家睇下四周圍環境，有一個大概嘅認識先。然之後咧，再介紹屋苑樣板房嘅交樓標準啊！喺門口南面咧就係中山城區東西子幹道博愛路，係從西區博愛一路開始到石岐區東區一路咧到火炬區博愛7路，往前西面咧就係東區遠洋大盛新都會商場，3.5公里啦。嗱，特別講下咧，喺負一樓咧有間百樂購超市。買嘢咧就比大部分嘅商場入邊嘅超市要平好多。1樓咧亦都有香港直通巴士，亦即係中里嘅新港榮利上落站啊。再往前400米咧就係博覽中心啦，亦即係深圳中山直通巴士嘅上落站，就可以坐直通巴士到深圳機場啊、地鐵站、福田口岸。平時大家往返香港咧最慳錢咧就係坐巴士18蚊到前海灣地鐵站，落車咧直接坐地鐵11號線，再換乘13號線5站3蚊雞咧，就可以到深圳灣口岸啦。如果另外一個方向咧，就可以坐直通巴士到福田口岸，就要28蚊啦。對面咧就係城區最大公園紫馬嶺公園，散步啊、跑步啊、露營、呼吸新鮮空氣嘅好地方嚟嘅。如果去行東區天悅會商場咧，就3公里6-7分鐘時間。依家佢仲有啲產品喺度賣緊嘅，就係70年產權嘅公寓喺度賣緊，大裝修亦都包埋啲家私電器，30幾萬咧就可以啦。樓上係大商場咧，咁啊的確比較方便嘅。商場嘅1樓咧亦都有香港直通巴士，就係橫島中港通巴士嘅上落站。再往前400-500米咧就係富日城拓柏商場，就屬於中山最新最有人氣嘅中高檔商場啦，亦都係我行得最多嘅商場嘅，4公里8分鐘時間。咁佢亦都有住宅喺度賣緊嘅，就係黃色樓，亦就係富日城中2啦，呢個住宅樓13,000到16,000蚊每平方，但係價錢咧仲係偏高啲嘅。畢竟咧你仲係屬於火炬區，石岐區萬象會金鷹半山花園咧配套更加好，又有地鐵站。都係咁樣個價錢啫。商場咧亦都開通咗香港直通車、新港榮利嘅巴士上落站啊。如果你坐香港直通車永東巴士咧，最近咧就係盛景上風呢個站。咁前邊提到3個商場博覽中心、盛景上風咧，你打的士咧都係4到7蚊嘅啫。哪怕係加錢咗之後咧，最多都係10蚊雞嚇。
中間呢個位置樓盤呢，就係香港人比較中意嘅迪興德寶怡高啊，因為佢個型能設計、用材用料呢，屬於高質素靚樓盤啊。不過呢，依家都係剩低大戶型為主。如果大家仲想揾啲生房呢，就可以揾我睇翻二手房。二手房呢，有唔少選擇嘅。再往前方北邊方向呢，就有星級會所嘅屋苑紅隧一品，12,000每平方，價錢調低咗落嚟呢，亦都算有定個優勢，因為呢，佢第一排個景觀呢係有嘅，比較舒服。依家呢，仲新加推咗2期嘅戶型，就喺最後一排，不過呢，價錢呢都唔平。繼續往前呢，就係4.8公里，10分鐘時間呢，就可以去到城軌高鐵站中山站，可以坐車到廣州南站呢，就30分鐘嘅。如果到珠海站拱北口岸嘅呢，就23分鐘時間。旁邊呢，亦都喺度起緊個地鐵站喎，站名呢，亦都叫做中山站。地鐵呢，就2027年開通。然之後呢，回到貨櫃區老城區張家邊呢個位置，就有好多啲飲食店啊、大排檔啊、菜市場嘅，就係人多啊、低消費嘅地方。咁喺呢個地方呢，更又唔禁，演又唔演呢，開咗個新樓盤。中澳和熱清府啊，10,000蚊每平方上下啦，位置同埋產品呢，其實係好入本地人呢，完全都冇感覺啊。不過呢，佢佣金呢就俾得好高好高，所以大家呢就只能夠推俾啲香港人買嘅。啱開盤嘅時候呢，我有出評過。老城區張家邊中心位置呢，亦都有個新樓盤明珠1號，10,000蚊到12,000蚊每平方嘅，煙火氣息呢就最濃厚啦。繼續往東呢，就係太陽城片區嗰一邊啦，有健康花城啊、越秀洗熱、君熱嘅，都係呢好有性價比嘅樓盤嘅，大家亦都可以睇下。6公里唔到10分鐘呢，就係貨櫃區人民醫院、山格醫院嚟嘅。喺前面3公里呢，就係城區高速路出口。平時開車啊或者坐深圳香港直通車呢，都係喺呢度上落高速嘅。邊幾百米遠洋上東新天地啊，依家呢亦都創咗新低，10,000蚊每平方起嘅，價錢呢係靚，裝修呢亦都升級咗。不過呢喺度賣緊呢，佢就最後一排，景觀呢就一般般，大戶型呢就還好。不過呢最後一排出到大門呢又遠咗少少嘅。正對住高爾夫球場呢，就係華虹景逸軒呢一個樓盤啦。大裝修11,000蚊每平方，差唔多9月份呢就會新加推1座同埋3座最靚高爾夫景觀球場啊！大家呢可以提前約我睇樓。後山嗰邊呢，就係大家比較熟悉嘅雅居樂海欣新城啦。自然環境呢就好靚嘅，有連綿起伏個五桂山山脈、長江水庫、長江高爾夫球場啊，所以海欣新城呢係中山嘅富人區。新樓盤海欣橫丁8,000蚊每平方起啦。嗱，依家喺度賣緊呢就唔靠路嘅，有好開揚個景觀，亦都有配套，佢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亦都有觀嶺呢個新樓盤，依家呢10,000蚊每平方起，就好多人特別推薦俾香港客戶買嘅。我呢就感覺佢一般般啊。之前呢亦都有出評過，就同其他人介紹呢唔同嘅，大家呢可以睇下。喺對面呢就係一個老選手最豪賢，我以前呢有踩過佢嘅，當時呢又未賣第一排，景觀靚嘅，16,000到18,000蚊每平方喎，又貴又毛坯，又要加收好多填購費。我就非常之記得呢，容兒老闆呢就大力推薦嘅。到咗後尾呢，賣第一排睇別墅睇山景呢，的確就有好靚個景觀。依家價錢呢就8,000幾到12,000蚊每平方，但係裝修啊亦都唔需要交填購費啦。到咗後尾呢，算係算有一定個優勢，所以呢亦都賣得幾好嘅。所以呢，依家樓層呢亦都唔係好多選擇。緊靠旁邊呢就係迪興博愛里呢個樓盤，依家呢10,000蚊每平方起啦。賢能設計、用材用料、質素呢屬於靚樓盤嘅。不過依家呢都係賣緊啲大戶型，87到200方。三房呢就只剩得幾套啦，又係清美貨街店嘅。再往旁邊呢就已經屬於東區啦。呢個位置呢二手房成交呢就比較活躍嘅，本地客戶中意，因為學校近，所以呢亦好有人氣啊。嗱，豬肉婆商業體呢就喺呢個位置，好快呢就會開業。睇完咗一圈呢，其實位置唔錯嘅，因為周邊呢有居住氛圍，亦都有眾多嘅新樓盤，又係同東區交界，又喺珠江路、博愛路上，交通出行呢係比較方便，係本地客戶、外地客戶呢都中意嘅位置。不過呢，蕪豐天頤博愛里樓下呢係有商業街鋪嘅，但係呢都未有開業。嗱，我哋而家見到呢旁邊有幾個白色啊、紅色，好似啲臨時建築呢，就係龍馬體育中心，有健身房、游泳館嘅。另外2個白色呢，就係倉庫嚟嘅。再往前呢，就係廣東菜齊德福農莊食飯飲茶嘅。再往前呢，就係麥當勞餐廳。嗱，前面景湖城啊、上東新天地呢，
屋苑個街鋪咧幾乎都有開，就有啲飲食店啦、生活超市，包括對面最豪賢街鋪咧，亦都有間大少少嘅生活超市，亦都有健身房，日常配套咧就冇問題嘅。不過咧選擇咧就唔係好多，又或者咧可以坐免費小巴士到長江菜市場去買菜，又或者咧就去我前面所提到單個商場啦。鰲峰天怡攞地時間咧就2004年嘅，佔地112畝，9棟住宅，24到26層高啦，779戶，2棟商業，22棟別墅，58套嘅。物業費咧3蚊，係由雅居樂物業管理嘅，容積率1.5，好低下，所以咧就比較舒適嘅。樓咧係一字錯開，旁邊係別墅，就最大限度咧可以保證到大家咧都有啲景觀嘅。住宅加別墅咧就襯到成個樓盤咧品質都有所提高嘅。花園咧係高低錯落嘅，有成200幾米嘅長軸水景，同時咧亦都有子母游泳池嘅。值得一提就係鰲峰天怡從埋5棟6棟開始咧，就係1樓就做架空層啦，有乒乓波台、健身器材，亦都有棋牌娛樂區、休閒私吧嘅，仲配備咗風扇喎，都幾貼身。前面有講鰲峰天怡咧，其實近主幹道博愛路啊嘛，出行方便，但係車流個噪音咧係好大嘅。第一排咧係唔敢開窗嘅，第二排咧就冇景觀，第3排6座景觀日亮冇噪音就買完啦。11座咧賣緊尾貨，南邊咧就冇景觀，價錢咧就平好多嘅，最低咧9字頭。依家嘅7座咧同埋之前6座11座咧戶型都係一樣嘅，80個平方3房1次，104平方咧3房2次，120平方就4房南北通雙陽台。依家價錢咧11,000到14,000蚊每平方。價錢咧就比11座咧貴咗千幾蚊每平方嘅。7座嘅交流標準咧亦都係同一樣，屬於新升級嘅，所以咧樣板房咧我哋都係睇翻6座咧就可以啦。如果睇房嘅時候咧，大家想要睇7座咧，我哋可以直接上去睇呢個景觀。好，首先嚟睇104平方1119尺3房2次，依家所見得到咧，全部都係交流標準。客廳開間咧3米7闊，係最常見嘅傳統直廳戶型。交標咧有常溪個廚房3件套啦，爐頭灶、抽油煙機、消毒碗櫃係國內方太呢個品牌，廚具咧就係法國品牌索菲亞嘅，頭頂咧涼霸係歐普呢個品牌嘅，用咗係德國朗智嘅洗手盤，廚衛5斤嘅水龍頭咧就係美國摩恩。雷士個紙燈等等，值得一提呢，客廳同埋陽台個玻璃呢都係中空鋁衣玻璃嘅，隔音隔熱。西門子嘅插座開關同埋道格拉斯嘅拋光瓷磚啦，歐普個浴霸、摩恩個馬桶呢都係啲一線品牌嘅交流標準。我哋依家睇緊嘅呢就係6座4樓嘅樣板房展示單位，低層睇花園嘅。如果你想要高層呢，景觀就會望到好遠啦。我上一次做測評嘅時候咧，就講到，如果大家真係對景觀有更加高嘅要求咧，就等翻7座，到時候咧有消息再通知你。咁依家7座咧就開賣咗，就終於等到，亦都係細戶型當中景觀最靚嘅最後一座。賣完7座咧，剩低最後一排12座咧就差別好大，就正好咧俾9座前邊大戶型所擋到嘅。廳同埋3間房咧，佢都配備咗美的空調品牌嘅，空調錢咧都可以慳萬幾蚊啊！客廳咧，佢定製咗電視機背景牆，天花個燈光咧都係交流標準嘅。另外咧，88同埋89平方3房咧就得1個廁所，戶型咧就差唔多，就唔做詳細介紹啦。依家咧70幾萬起喎，上車個門檻咧就好低嘅。總體嚟講咧，佢個戶型實用率咧係唔高嘅，呢一點咧亦都係鰲峰天怡佢個缺點啊。但係咧亦都有一個好處，就係3間房之間咧冇承重牆設計。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咧，可以打通啊改造。依家博愛7路上嘅附近樓盤，包括博愛里啊、double 怡高咧，都係剩低啲大戶型，3房咧就幾乎賣完，最豪型咧亦都差唔多。景業軒年初做特價11,000蚊每平方咧，就幾乎清完。依家咧準備新加推1座同埋3座咧，就景觀最靚嘅，亦都唔少客戶咧喺度等緊要啲靚樓層嘅景觀。咁遠洋上東新天地咧成交亦都非常之好，25座咧就只係剩低個別樓層，仲有最後一座26座。鰲峰天怡依家賣緊咧就細戶型當中最好景觀呢一座7座，所以大家中意博愛7路上嘅樓盤咧，亦都係落手嘅時候啦。因為咧佢價錢咧係一直有回調嘅，咁依家喺度賣緊個位置咧，亦都係比較好嘅。一唔係咧就同博愛里 double 怡嗰樣啦，細戶型就會俾賣晒啦。所以大家睇啱咧，價錢上咧我就可以幫你去爭取。總之大膽提條件咧，
都可以滿足得到你。再嚟睇單獨一戶120平方1291尺4房南北通雙陽台戶型，呢隻戶型呢，我就覺得有個明顯個缺點，就係少咗一個入戶個玄關位，直接入門嘅感覺咧，好似俾發展商偷咗面積。本來咧，博愛路位置咧係本地人、外地人都中意個區域嘅，其他方面咧都做得唔錯嘅。感覺上咧就係戶型設計有啲美中不足嘅。喺北邊嘅生活陽台咧就5.5米，南邊個陽台咧就7米，兩個陽台都有景觀。依家睇緊嘅咧係樣板房展示單位，實際交樓標準咧就以前面介紹嘅為準。U 型嘅廚房咧雖然可以擺到雙開門嘅雪櫃，但係總體感覺咧廚房都係細少少。而個窗台呢個位置可以改出到外邊陽台，做大個廚房咧就比較好用啦。因為北邊陽台咧亦都夠長，有5.5米長，一直咧係到廚房窗台呢一個位置嘅。仲有咧客廳咧亦都有改造空間，客廳同埋旁邊呢間房咧係可以打通嘅，可以改成一個大橫廳都得嘅。依家樣板間咧喺4樓，陽台咧就睇賢能嘅。咁我帶大家睇下7座嘅10樓、15樓、20樓同埋25樓南邊陽台個景觀啊！所以個南邊景觀靚嘅咧，起碼咧15樓以上嘅。北邊陽台咧高低樓層咧都比較開揚，都有景觀。嗱，依家咧12,000幾到13,000幾啦，150到160萬咧可以買南北通嘅4房。屋苑嘅質素包括裝修嘅質素、日常管理咧都算係比較好嘅，亦都比較新淨、比較現代風，屬於咧比較舒適嘅樓盤。當然講到缺點咧，亦都係有嘅，就係實用率唔太高。呢隻戶型咧使用4房嘅時候咧，總係感覺細少少。如果當3房嚟用咧，就比較舒適嘅。所以見到咧，依家4房個樣板間咧係將其中一間房咧改成咗衣帽間，亦都側面講明咧佢個實用率的確係一般般嘅。呢個澳門嘅實力發展商咧係零貸款，用自己嘅資金開發樓盤嘅，全部都係驗樓之後咧係2021年4月份先開盤嘅，亦都因為係咁樣咧，反而就錯過咗中山最火熱嘅行情嘅。當年開盤咧就2萬蚊每平方起，依家鰲風天頤而係往後咧反而咧優勢就變多喎，價錢咧又更加平。的確，大家等一等咧，反而選擇更加多嘅樓盤咧，我係推薦俾大家做對比嘅，屬於推薦個類型。所以上一次鰲風天頤調低價錢，成交咧的確係好咗，亦都吸引咗好多香港客戶。咁依家咧仲有一個唔夠理想咧，就係目前樓下咧係未有生活配套嘅。呢一個呢，只能夠係交俾時間啦。好彩交通上呢都算係方便，去遠洋大省生都會、博覽中心、盛景上風、東區天逸星河 GoGo City、富日城拓拍商場呢，去行街啊買嘢呢，或者坐車返香港呢，打的士呢，都係比較容易，4到7蚊。的士加價呢，最多都係10蚊就可以啦。所以呢，亦都係有一定嘅性價比嘅。畢竟呢，佢仲係屬於城區啊。如果你想要更加大嘅4房，更加靚嘅景觀呢，位置就喺屋苑嘅樓王最中間第9座，173平方大平層4房，高樓層呢可以睇長江高爾夫球場，成個海濱富人區5季山景嘅景觀呢就好靚，現場睇呢比鏡頭呢要震撼得多嘅。雖然樣板房呢就喺矮樓層，屋苑呢其實越靠後呢位置就越高，矮樓層亦都有比較靚嘅賢能景觀，亦都可以睇翻游泳池別墅個景觀嘅。兩梯兩伙就左右分開，相當於呢一梯一伙南北通雙陽台4房2廁，再加一個保姆房，價錢呢就去到200萬出頭嘅。依家樣板房呢係將4房改成咗3房，拆咗緊靠旁邊客廳呢間房，4.9米加3米呢就有7.9米闊，改成一個大橫廳使用嘅，亦都拆咗陽台，做咗依家比較流行嘅風窗，空間呢就變得更加大啦。呢個戶型陽台呢都係計有半面積，飄窗呢就唔計面積嘅。有興趣嘅觀眾朋友呢，依家呢我都可以帶你到現場去實地睇啊。時間關係呢就唔做詳細介紹。好，大家想了解中山珠海包括大灣區樓盤，無論新樓盤定係20樓呢，都可以幫到你嘅。需要更詳細嘅樓盤情況以及優缺點呢，加我微信或者 WhatsApp，想睇樓可以接送大家過嚟實地考察，了解對比咗之後，慢慢再做選擇。關注定義我睇樓買樓冇套路。